好，到第19條啊，咁第19條係一條比較難嘅題目啦，係啦。咁第19條咧又係一條比較難嘅題目嘅，佢話過度生產邊個陳述係正確嘅？咁咧過度生產即係咩意思咧？即係生產過多嘅另一個 term。咁生產過多咧，你唔可以就咁理解為係一個字面意思喎。其實佢背後涵蓋就係一個 econ 概念，就係邊際成本係大過邊際得益先係唯一一個生產過多嘅條件喎。咁就睇下有冇邊個係 MC 大過 MB 啦。3個情況裏邊，好，第一個情況，超額供應即係有盈餘，有盈餘即係佢設喺均衡價之上。之上嘅話咧，佢掂到 MB 線喺度，掂到 MC 線喺度。sorry，佢嗰個均衡點切落去咧，MB 喺度，MC 喺度，咁 MB 係高過 MC 嘅喎。咁所以其實係生產過少㗎，OK？所以唔係過多生產，錯嘅呢個。OK？好多人都會撈亂，其實佢係生產過少，因為佢 MB 大過 MC 嘅。OK？一係唔啱啊。跟住2，均衡狀態即係 QS 等於 QD 嘅狀態啦，就唔會出現過多生產，好似啱喎，但係其實唔好唔記得有一樣嘢叫津貼。津貼佢個 MC 係冇變㗎 ，OK？MC 冇變，加咗 S 令到個均衡去到呢度，咁但係喺呢個位嘅時候，你會發現咧，佢個 MC 咧係會大過 MB 㗎。MC 大過 MB 啱啱講過啦，其實係生產過多嘅情況，亦即係話其實就算均衡都可以出現過生產。OK， 呢度係均衡，唔代表一定係冇正損失啊，可以係有正損失㗎。OK， 所以唔一定代表係可以有正損失，佢有正損失都可以係均衡嘅，只要係呢條線同呢條線嘅相交就已經係均衡。OK， 咁所以都有機會出現而唔啱。咁3段啱啊，啱啱講過啦。MC 大過 MB 先係唯一一個過度生產嘅條件。咁而家佢講緊邊際成本，雖然係社會成本，但係見到邊際成本大過邊際得益就要揀啦。OK， 所以3係正確答案嘅，呢個係的確會生產過多嘅。OK， 所以得 B 係啱。